你好，我係楊明霞中醫師。中醫嘅外科學其實喺明代已經有好大嘅發展㗎啦，其中就以陳實高嘅外科正宗最廣為人知。咁我哋嘅熟悉嘅紫雲膏咧，其實都係嚟自於呢本書嘅。咁喺台面上面咧，你可以見到紫雲膏咧，其實原名就叫做潤肌膏，咁佢主要係治療白禿瘡嘅。咁到咗日本嘅時候咧，經過改良之後咧，咁佢就主要係醫治一啲濕疹啊、燒傷等等嘅皮膚疾患。咁究竟係點樣做紫雲膏嘅咧？喺台面上面咧，大家可能會見到咧有幾種嘅中藥嘅。咁裡面咧就有紫草啦。其實紫草咧係有分軟紫草同埋硬紫草之分。咁紫草嘅全草咧其實係紫色嘅，所以命名為紫草。咁軟紫草咧當中咧就以生薑嘅紫草最好。咁佢嘅作用咧主要係用嚟涼血啦、活血啦、透疹解毒等等嘅。咁再嚟咧就係當歸，當歸咧就有補血、活血、止痛等等嘅作用。咁呢兩隻合用嘅話咧，就有好好嘅消炎潤膚嘅作用嘅。咁另外咧就係一個蜜蠟啦，蜜蠟主要係用嚟凝固嘅。蜜蠟咧喺坊間裏面咧，你可能見到有黃色啊、啡色啊等等嘅。咁我哋最好咧就係揀白色，大細唔緊要嘅。總之你買到白色嘅蜜蠟咧就可以㗎啦。咁製作個過程咧非常之簡單，就係首先咧將個紫草同埋當歸咧分別就浸喺2杯唔同嘅即係橄欖油啊，或者係麻油等等，浸7日到。咁7日咧就用過濾紙過濾咗啦，然之後將個提取液質就連埋個蜜蠟咧溶解，咁75度就可以㗎啦。超過75度嘅話咧，就有機會損害當中嘅有效成分。我跟住會同大家講究竟點樣去製作。我已經將個紫草油同埋當歸油咧連埋蜜蠟咧撈埋一齊㗎啦。咁一陣間咧我就會同大家講點樣去加熱。喺呢度咧，我會教大家點樣去做紫雲膏。咁做紫雲膏嘅時候咧，要記得個溫度咧要調校喺70到80度之間。咁呢個溫度咧會令到個蜜蠟咧同埋個當歸油同埋紫草油咧更加容易撈埋一齊，同埋會令到咧個蜜蠟油咧會冇咁容易去破壞嘅。咁呢度咧可以望一望啦。咁撈嘅時候咧，記得唔好碰到邊，咁要慢慢撈。咁以免咧係黏住底啦。喺屋企嘅時候咧，就可以試下用翻一啲隔水煲水嘅方法咧，嚟到令到嗰個油咧快啲溶解。咁另外咧如果家中有小朋友嘅話咧，留意翻佢唔好咁近個爐邊喎。咁咧而家就到70度啦。咁你可以見到咧，個蜜蠟咧已經溶解晒。咁喺呢段時間咧，嗰啲有效成分咧就充分咁樣可以釋放到出嚟。咁加熱之後咧，就等佢慢慢凝固，到咗45度到嘅時候咧，就可以將佢倒入個器皿入邊。咁記住喎，佢未凝固嘅時候咧，就要將佢倒入啦。咁咧慢慢倒，係啦，咁樣。咁過多一陣間咧，咁佢就會凝固㗎啦。凝固完之後咧，就係我哋所熟悉嘅紫雲膏。